苏州这边呢，天气一热啊，咸水鹅就上市了。那我们买咸水鹅的时候呢，还会问老板要这个鹅汤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买了一点鹅血、鹅胗，还有鹅肝，那么泡了一点粉丝，切了一点薄百叶，切了丝，再准备一点香葱或者是香菜都是可以的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咸水鹅的汤来做一个鹅血粉丝汤啊，放一点点就好了啊，因为这个鹅汤呢今天不油。然后放一点葱花下来，我们再放一点点水。鹅血、鹅肝，那这边是鹅肝，看到吗？然后还有鹅胗全放下去。这个粉丝泡过了，放下去先煮一下吧，煮个3分钟。再把百叶丝放下去，咸度刚刚好。再撒一点葱花。这个就是一碗鹅杂汤啊，很鲜很鲜的。那我每次去买咸水鹅的时候，都会要这么一碗汤的，回来呢做一个鹅杂汤啊。鹅汤烧冬瓜啊，也是很好吃的呢。这个鹅血呢，你们看了肯定是正宗的鹅血的，它里面都有7孔的，它不是那种高科技的鹅血啊。这家咸水鹅呢是很出名的，我们一直买的啊。从这个时候啊，天气刚开始暖和了，然后他家就开始咸水鹅上市了，我们一直会吃到咸水鹅下市的。鹅血很有嚼劲的，这鹅血。这个是鹅肝，我今天买了2个鹅肝，它是称重的，我这2个鹅肝买了5块钱。这个鹅肝很好吃，它味道已经入到里面去了，很好吃。这家咸水鹅就是卖的很火的，它开了很多的分店。这个是本地的莴苣啊，看这个莴苣的肉就知道了，是吧？碧绿碧绿的。然后我们家天天吃那个莴苣，凉拌莴苣笋啊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改了个口味，炒了个蛋。这莴苣吃上嘴巴里很香的。今天又是我跟我们家妞妞2个人在家，好像我们家妞妞跟我2个人在家，我们就简单一点。喜欢正宗的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